遇強越強，砥礪同行。懲教處喺上年年初破天荒主辦首屆大灣區懲教戰術技能挑戰賽，藉此促進戰術技能切磋，提升處理突發事件嘅應變能力同專業水平，為未來加強大灣區合作打下堅實基礎。今次創辦挑戰賽喺籌備階段都遇到唔少困難，例如同國內唔同嘅省市嘅溝通聯絡、安排槍械牌照等等。但係我哋嘅團隊充分展現咗迎難而上、群策群力嘅精神，排除萬難，做好準備工作。今次嘅賽事可謂意義非凡，匯聚咗粵港澳大灣區7支精鋭嘅部隊，過百名人員參與。除咗比賽外，我哋都安排各地代表參觀香港嘅懲教院所，同埋進行懲教經驗、戰術同埋裝備嘅交流，有效增進推動灣區懲教事務嘅專業發展同埋合作交流，做到喺賽事中愈強愈強。